继续往来看，美国的总统川普正式来通知着联合国，明年的7月初6要来退出着世界卫生组织 WHO， 因为川普认定，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偏心中国，才会造成新冠病毒伫全球大流行。这个美国阁增加6万外例确诊的病例，美国目前已经有超过300万人患着新冠病毒。 Instructing my administration to halt funding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ile a review is conducted to asses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's role in severely mismanaging and covering up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. 认为世界卫生组织伫处理新冠病毒疫情上有够含，助长中国散布疫情的假消息，造成疫情伫全世界爆发的美国总统川普4月份才下令暂停援助世界卫生组织，即马更加进一步表明要退出。依照美国之音甲法新社等真侪国际媒体报道，华府已经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提出正式离开世卫通知。 并且伫2021年7月初6生效。另外，《华盛顿邮报》报道，依照美国国会伫1948年美国加入世卫时通过联合国议案，若是要退出 WHO， 必须伫正式退出前12个月以书面通知国会，并且附称退出当时应该予世卫的款项。目前并无清楚讲，川普敢有法度伫个无得到国会同意下，家己退出 WHO。民主党的议员已经声明反对，要求川普收回决定。